你睇今日鐵力狗又係專門嗰帶大家出嚟揾食嘅時候啦。今日就過到嚟 Brisbane 打邊爐鮮味鍋嗱，我係最中意你呢度打邊爐啦，一人一鍋，同埋仲有旋轉自選任點鮮味鍋，一人一鍋。星期一至星期五咧 lunch time 咧就11點到3點 ，dinner 就5點到10點。星期六日 lunch course 5點到10點。個咧就掌汁區啦，都幾齊全，都好多選擇，有辣有唔辣，任君選擇，又有甜品又有雪糕。先嚟翻啲開胃菜先，嗱呢啲咧就冷盤，咦冷盤嘅選擇都唔少喎，仲有 cheese cake， 嗱有水果啦，哇仲有爆雲鳳爪，啊 kimchi 我最中意啦，啊呢邊仲有啲點心，啊仲有鍋貼。薯條有春卷，啊炒麵，哇呢個咖喱 noodle 我最中意啊！哇雞翼，哇好多選擇，哇小龍蝦都有，哇呢個咩啊？姜醋，哇打邊爐啊食得多啦，姜醋好多第一次食咋打邊爐。有咩食先？哇湯底個品種都好多喎，馬拉咖喱湯、清湯、川味麻辣湯、泰式冬陰功。哇今日一於試下泰式冬陰功啦！哇極品肥牛、牛五花。羊肩肉、豬肉片，哇！選擇都好多喎，仲有飲品，哇！仲有珍珠奶茶添喎。我最中意回轉噶啦，中意邊樣就攞邊樣，哇！選擇都唔少啊，有蟹啦，有蝦啦，有丸啦，仲有菜。哇！咁快就到啦，好開餐先。4個人，星期日晚32.99蚊一個人，131.96蚊。